因為未試過，所以好難去想像打世界盃外圍賽係咩感受啦。咁由細至大都好期望同世界盃有關係啦。咁今次咁好嘅機會，可以有機會代表香港隊打世界盃外圍賽，咁一定係好難得咯，好珍惜呢個機會。回香港打比賽就冇得諗你衝唔到線咯，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咯。只要落到場就係為咗晉級世界盃會自己目標咯，係啊。因為始終效力香港隊差唔多4年時間啦，咁但係好多比賽都試過啦，亞洲盃、外圍賽啊、一啲友誼賽啊，或者東亞盃啊，其實喺期待多過緊張咯。其實我自己係最唔想對中國隊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喺香港咁多年，其實喺上海啲 friend 咧，其實都唔知我喺香港做緊乜嘢嘅，可能都知道喺香港落香港讀書啊，或者係揾隊波踢下咁樣，所以就我都唔想因為中國隊嘅比賽可能太多人可能會睇到我咯，關注到我。就我本身嘅性格就係唔想俾人知好似係做緊乜嘢咁樣。咁呢次喺可能就好多人會問我點解會代表香港隊啊踢世界盃外圍賽啊咁樣，係啊。反而我比較想對翻啲世界級嘅球隊啦，咁啊日本啦、韓國啊，咁一定係好過相比中國隊係比較想對翻佢哋多啲咯。都係嗰句啦，咁多謝香港隊嘅球迷咁多年支持啦，咁難得4年一次有機會打翻世界盃外圍賽，咁希望你哋可以入球場支持我哋香港隊。好。